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初6，咱要对《申命记》第20章读到第2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0章，恁出去，甲对着高镇，看到因的战马、战车以及军兵比恁较侪，毋免惊因为带恁出埃及地的上主，恁的上帝，甲恁同在。恁排阵的时，这时就伫军兵的面前宣布，讲：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今仔日恁要甲对着高镇，毋免惊，毋免忍，毋免惊吓，毋通因为因皮皮煞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为着恁甲对着高镇，互恁得到胜利。遐个官长嘛着对军兵宣布讲：若有人起新厝，也未举行奉献礼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替伊奉献。若有人种葡萄，也未收成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享受伊的果子。若有人订婚，也未娶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娶伊的未婚妻。官长着搁对军兵宣布讲：若有人惊吓恐吓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影响全军的士气。官长对军兵宣布了后，就指派军官做头领军兵，令瓦郡城要攻打的时，就互城内的居民有机会投降。因若接受开城门，因所有的居民拢着做苦工来服侍恁。因若毋投降，要甲恁交战，恁着甲因围困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因交伫恁的手，恁得用刀害死因所有的查甫人，毋过妇女、囡仔、精生，甲城内所有的物，恁通抢来做战利品。恁抢来的物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，恁通摕去食，摕去用。遐离开恁真远，毋是附近国家的城，恁着安尼对待因。遐会带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的民族，所有会喘气的，恁毋通互因活着，着照上主恁的上帝命令，将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全部消灭，则免因教恁做逐款可恶的事，互恁学因敬拜因的神明，直到恁得罪上主恁的上帝。恁若围困一个城，爱真久才会甲伊攻破，毋通用斧头插果子树，恁通食因的果子，毋通甲插起来，因为野外的树木毋是恁的对敌。毋过恁若知影遐的树未结未食的果子，就通甲插起来，摕来做攻城的器具，攻击甲恁交战的城，直到甲城攻破。第21章，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若有人毋知互啥人杀死，倒伫野外，恁的长老甲审判官着对迄个人受害的所在让到四围遐的城，离开尸体上悬迄个城的长老，着对牛群处一只毋捌做工、毋捌割的细只牛母。迄个城的长老着开迄只牛母到有水在流、毋捌种造的山谷，伫遐降断迄只牛母的红棍。利未人的后代做祭司的，嘛着来遐，
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有拣选因来服侍伊，奉上主的名祝福，giải決所有小過甲傷害的案件，離開屍體上軍迄個城所有的長老，就佇迄只佇山谷中紅棍光燈的小隻牛母的頂面洗手，聲明講：阮的手無流這個人的血，阮的目睭嘛無看到啥人殺伊。上主啊，求你赦免你所解救的子民以色列，毋通互阮承擔流無辜的人的血的罪，安尼流迄個血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照安尼做，上主看做對的事，就會對恁中間除去流無辜的人的血的罪，恁去甲對敵交戰。上主恁的上帝來互恁彈贏，掠因做俘虜。迄時，佇俘虜的中間，若看到面貌好看的女子，真介意，要娶伊做某，就通帶入門。伊着剃頭毛，修指甲，褪去狩獵的時穿的衫，佇你的厝為着家己的爸母哀哭一月日。然後你通甲伊同房，你就做伊的丈夫，伊做你的某。後來你若無愛伊，就互伊離開，得到自由，絕對毋通甲伊賣，毋通甲伊當做女婢款待，因為你捌強迫伊甲你結婚。人若有兩個某，一個伊較愛，一個較無愛，兩個攏有甲伊生囝，大囝是較無愛的某生的。分財產的時，毋通將較愛的某生的囝當做大囝，無互較無愛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着承認較無愛的某生的囝做大囝，將所有的財產分兩份互伊，因為伊是老爸養壯的時生的頭上生囝，大囝的名分是伊的。人若有囝，母業不孝，毋聽爸母的話，應甲伊警戒。伊猶原毋聽，伊的爸母就甲伊掠起來，拖去迄個城的廣場見長老，甲遐個長老講：阮即個囝母業不孝，毋聽阮的話，貪食好酒。迄個城的人攏佇用石頭甲伊釘死。安尼就對恁中間拄起這款邪惡的事，以色列眾人聽到就會驚。人若犯死罪，受處死吊佇柴架，伊的身軀毋通吊佇柴架過暝，一定着佇迄日甲伊埋葬，因為受吊死的人是上帝咒詛的，毋通甲上主恁的上帝賞賜恁做產業的地拍垃圾。第22章，恁若看到同胞的牛也是羊迷路，毋通當無看到，一定着互伊倒轉去恁的同胞遐。恁的同胞若離恁真遠，也是恁毋捌伊，就着牽倒去恁兜，留佇恁遐。聽候恁的同胞來找，才限伊。恁的同胞若拍毋見牛，也是衫，也是其他的物件，毋通當做無看到。恁若捡到，攏着照安尼做。恁若看到同胞的牛，也是牛佇路裡跋倒，毋通當無看到，一定着幫贊主人甲精生扭起來。婦人人毋通穿查甫人的衫，查甫人嘛毋通穿婦人人的衫。所有安尼做的人，是上主恁的上帝厭惡的。恁若佇路裡看到鳥仔獸，無論佇樹頂，還是佇塗骹，內面有鳥仔囝，還是鳥仔卵，鳥母在紅鳥仔囝，還是孵卵，恁毋通驚鳥仔囝煞掠
鸟母，恁通掠鸟仔囝，毋过一定得放鸟母去，安尼恁就通享受福气，食长岁寿。恁若起新厝，就伫厝顶做栏杆，才免有人对遐跋落来摔死。恁就得承担责任，毋通伫葡萄园野第二种种子。若安尼做，葡萄甲所野种子的收成，拢归圣所，袂当家己用。毋通用牛甲驴挂共一个担犁田，毋通穿油门甲油麻合做伙织的衫。恁满的外衫，着伫四角头做手。人若娶某甲伊同房，后来无爱伊，甲伊诽谤，破坏伊的名声，讲我娶即个查某甲伊同房，发现伊毋是在色女。查某囡仔的爸母着摕查某囝的在色女的证据出来，带去迄个城广场的长老遐。查某囡仔的老爸着对长老讲：我将我的查某囝互即个人做某，伊无爱伊。伊诽谤我的查某囝，讲我发现你的查某囝毋是在色女。恁看，这是阮查某囝在色女的证据。爸母就将迄块布摆伫迄个城长老的面前，迄个城的长老就甲迄个人抓来处罚，嘛着甲伊罚114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因为伊有破坏以色列在色女的名声。查某囡仔有缘做伊的某，迄个人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。即个人控告的若是事实，查某囡仔无在色女的证据，因着掠迄个查某囡仔去因老爸的厝的门口，城内的人就用石头甲伊钉死，因为伊伫以色列做见笑的事，伫因老爸的家行奸淫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去迄个邪恶的事。老人甲别人的某困，迄个查甫甲迄个妇人人拢得服死，安尼就对以色列的中间拄去遐个邪恶的事。然后在色女已经甲人订婚，有查甫人伫城内拄着伊甲伊困，恁着掠真两个人去广场，用石头甲因钉死，因为即个查某囡仔伫城内无法救人，即个查甫人凌辱别人的某，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去迄个邪恶的事。老查甫人伫野外拄着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甲伊强奸，简单迄个甲伊强奸的人着死。毋过毋通办迄个查某囡仔，因为伊无应该死。即个查甫人做的代志，是亲像人起来攻击伊的厝边，甲伊害死共款。伊伫野外拄着迄个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虽然喊救人，嘛无人救伊。老查甫人拄着还未订婚的在色女，甲伊掠地强奸，互人发现。迄个甲伊强奸的查甫人，就摕57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搁着娶伊做某，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，因为迄个查甫人已经甲伊凌辱。人毋通娶老爸的某，拍垃圾伊的老爸的面床。第23章，性器官受伤也是掩起来的人，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。私生子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伊的子孙到第10代嘛袂用得加入。阿文人甲摩押人
袂用得加入上主的会，甚至到第10代，嘛袂用得加入，因为恁出埃及的时，因无伫路里用食物甲水迎接恁。搁请米索不达米亚的比多人，比你的囝巴兰来甲恁咒诅。毋过上主恁的上帝无听巴兰，因为上主听恁，将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恁永远毋通帮赞因得到平安甲欢迎，毋通怨恨以东人，因为因是恁的亲族；毋通怨恨埃及人，因为恁捌寄居伫遐。因的子孙到第3代，通加入上主的会。恁出去10名要攻击对敌的时，就避免互恁抵到礼仪上无清气的事。恁中间若有人妄射抵到无清气，伊就出去营外，毋通搁入来营内。到要暗的时，伊就用水洗身躯，到日落才通搁入营。恁伫营外就规划一个所在做便所。恁的装备就脱啊，互恁伫外面大小便的时用来呕吐，看恁所放的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营内甲恁同在，要保护恁，将对敌交互恁，所以恁的兵营就保持圣洁，才免伊看见恁中间的误会，就离开恁。若有落来逃脱，走去恁遐，恁毋通将伊交转去互伊的主人，恁着互伊住伫伊所爱的所在，所建的城，甲恁做伙徛起。恁毋通甲伊欺负。以色列的男女毋通有人伫寺庙做妓女，也是娈童。寺庙的妓女甲娈童赚的钱，毋通带入来上主恁的上帝的圣殿谢愿，因为这2项拢是上主恁的上帝厌恶的。恁的同胞无论甲恁借钱银、食物，也是会生利息的物件，拢毋通摕利息。外族人若甲恁借，恁通摕利息。毋过借互恁的同胞就毋通甲伊摕，安尼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要入去占领的地，伫恁所做一切的事赐福恁。恁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谢愿毋通延长，因为上主一定会甲恁讨。恁若无谢愿就有罪，恁若无下愿颠倒无罪。恁所有亲嘴对上主恁的上帝甘心下愿，就切实遵守。恁入去厝边的葡萄园，通照恁所爱满来食，毋过毋通倒伫器具内。恁入去厝边还未收割的麦园，通用手挽麦穗，毋过毋通用连犁仔割。第24章，老人娶某了后，知某有更小事，无爱伊就通写离婚书互伊，叫伊离开。伊离开迄个家了后，通嫁别人。若是伊后来的丈夫无爱伊，搁写离婚书互伊，教伊离开，也是迄个丈夫死去。迄个以前教伊离开的丈夫，袂用得伫伊受拍垃圾了后，叫伊转来，搁娶伊做某，因为这是上主厌恶的，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犯罪。拄娶某的人毋通去交战，嘛毋通互伊担任公务，着互伊伫家内经营1年，互伊的某欢喜快乐。毋通摕别人的石无，也是石无的顶墩做抵押，因为这就是摕人的性命做抵押。若发现有人
劫以色列中一个同胞，甲伊当作奴隶对待，也是甲伊卖去，迄个劫人的人就服死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对麻风病，恁着特别细意。利未人做祭司的所教示恁，就是我所命恁的，着切实遵行。着会记得，恁早前出埃及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伫罗尼安怎对待米利安？恁无论有啥物物件借厝边，毋通入去因兜摕物件抵押，着徛伫外面听候甲恁招的人摕抵押的物件出来互恁。迄个人若善者，恁毋通摕伊的外衫做抵押斗过暝。日落的时，一定着将迄个抵押的物件还伊，互伊通用伊的外衫盖得困。以为甲恁祝福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看即项事做恁的好德行。困苦善食的工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也是住伫恁城内的外族人，恁毋通甲因欺负，因的工钱日落以前就互因，因为因善食，靠迄个钱在度活，才免因为恁的所做，甲上帝斗，恁就有罪。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，甲老爸处死，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，甲囝儿处死。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。恁审判毋通冤枉外族人甲孤儿，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有甲恁对遐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恁伫园里收五谷，留一捆袂记得，要放伫园里，毋通踅倒去摕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所做一切的事赐福恁。恁拍恁的橄榄树了后，毋通阁顺遐的树枝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恁挽葡萄了后，剩的毋通阁挽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第25章，人若有争执，提出诉讼，审判官着定正直的做无罪，定做歹的做有罪。有罪的人若应该受拍，着互迄个人伫审判官的面前拍伫涂骹，照伊犯罪的程度甲伊拍。毋过上最通拍40个，毋通拍过头。若超过40个，就是侮辱即个兄弟。牛在论五谷，毋通甲伊挂喙蓝。兄弟带做伙，若其中一个无囝就死。过身的人的某毋通嫁外人，伊丈夫的兄弟着娶伊做某，甲伊同房，尽兄弟的本分。伊生的大囝着续接伊死去的丈夫的名分，才免迄个丈夫的名伫以色列中受除去。迄个人若无要娶伊死去的兄弟的某，迄个妇人人就着去广场的长老遐，对因讲：我丈夫的兄弟毋肯伫以色列中，甲伊死去的兄弟留后事，无要尽兄弟的本分。伫广场的长老就叫迄个人来，甲伊考劝。伊若坚持无要甲娶，迄个妇人人就伫长老的面前，惊挖伊，甲鞋烫，佮配喙烂伫伊的面讲：所有无要为着兄弟
老后事诶人，就安尼甲侮辱。伫以色列人诶中间，迄个人诶家庭要叫做互人疼下诶家。老两个人相拍，其中一个人诶某我来救伊诶丈夫，伸手掠掉另外迄个人诶下体，就着斩断迄个负阴人诶手，毋通可怜伊。伊诶地仔内毋通有大粒甲细粒诶两款凊槌，厝内嘛毋通有大甲细诶两款斗，得用准确公道诶凊槌甲斗，通互恁伫上主恁诶上帝赐恁诶地食长岁寿。所有做无公道诶代志诶人，拢是上主恁诶上帝所厌恶。着会记得恁出埃及诶时，阿玛力人伫罗里安怎对待恁？因伫罗里攻击恁。等恁野身无力诶时，攻击恁后面软弱诶人，因拢无得惊上帝。所以到上主恁诶上帝叫恁脱离四围诶对敌，互恁占领伊赏赐恁诶地，享受太平。迄时，恁着将阿玛力诶名对天下撤销，毋通袂记得。咱今仔日读诶圣经节伫申命记第20章到第25章。